来，这个红甘蔗是南投埔里在地作物，当地特别举办活动，讲用红甘蔗的蔗壳外皮来烧火烘肉，这个气味特别赞。 红甘蔗是埔里镇出名的特产，除了乞糖、麻豆豆传统料理，和在地青农同齐举办一场传统做糖的体验活动。希望它能够在复兴，借由红甘蔗，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县埔里镇。随时代变迁，红甘蔗产业渐渐失去，所以透过食农教育来推广。红甘蔗主要摕来乞糖，卖当入菜做料理，亲像甘蔗皮会当制作粉泡。把甘蔗拿来跟吃的东西 做一些的推广，还有入菜哈，甘蔗跟萝卜跟我们的洋葱一起做，那整个的计划过程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兴趣啊。借由活动体验推广，大人囡仔是生个笑嗨嗨，好多侪人真捌红甘蔗特色，嘛更加熟悉埔里镇传统的产业文化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